镇区早起发动陆海空军甲飞机军的联合演训，佮出现包括101大楼的台北影像，强调讲目的是要警告大陆。中国配偶小美无伫昨期限前离境，移民署安排下晡2点10分飞广州的班机，甲小美强制遣送出境。缅甸大地当有一个台湾的富人掉伫曼德勒倒去的饭店救无出来，伊翁讲若挖到遗体，会带太太返来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关心中共的东部战区，今仔透早强强宣布对台发动联合演训，陆军、海军、空军、飞机军拢出动，派出军舰甲军机对四面八方接近台湾，强调讲目的是要警告大陆。咱国总统赖清德随着指示国安国防单位来应变。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谴责中共，批评讲这是无负责任的军事压迫。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表示讲，山东号的航空母舰将有进入咱台湾的应变区，到今仔下晡的3点30分哦，计共是有13只的中共军舰、4只海军国船，佮有71只的中共军机，其中有36只飞入咱的应变区。咱的公军嘛展开战备操演来反制。中共航空山东号初一大动作出伫台海，海军所有军舰监视山东号编队动向，双方维持对立局面。边也有兵团军舰甲所有军舰同齐监控山东号，金川人等国的 RF-16伫空中监控中共9控1型快速战斗支援舰，两岸紧张情势升悬。中共对台主战的东部战区，初一透早无预警宣布对台发动联合演训，派出舰机导向瓦近台岛，目标阻止台独。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国安国防单位严厉一并处理。美国在台协会 AIT 谴责中共无负责任的军事压迫，破坏台海和平。面对外部威胁，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有信心、有能力可以捍卫国家主权。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类似这个联合战备警巡的态势，那当然进一步再看看，山东号的在我们东南的这边的动态，那我们会有充分的掌握加以予以。顾立雄证实，山东号进入台湾应变区，国军启动应变机制，执行是备战操演。到下昼3点30分，正式共拦查3只，海警船4只，加上71架次共机绕台。还是处于利用一个灰色地带祈祷的一种方式，那包含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的认知作战，用许多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方式，企图来威慑我们台湾，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预约24里这个情况。中国海警配合军舰，几只舰队执行宽带岛管控。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是一套人马2套招牌，听命战区指挥部也将按有4只中国海警船进行帮助适应和误区执行。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中共这摆联合军演，甲去年的联合来港演习无同，军演无大好。中共讲这是新常态。现阶段仍保持以常态部队的战备兵力来实施应急，并执行相关的准备工作。另外，中共放出鸦片，用卫星锁定台湾，模拟飞弹在本岛，为民后一摆出现台北，包括102大楼，也制作文宣图卡，考试赖总统17项国安策略。国军批评共军部队作战能力虚假，也反制中共认知战，但是国军全力打伫台海前线捍卫家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国配偶小美，因为武统的言论防废止拘留许可哦，昨得爱限期出境，伊无离开。今仔早起，伊去移民署的新北专勤队报道，移民署是安排下晡2点10分飞广州的班机，甲伊遣送出境。伊伫桃园机场要出境之前哦，面对媒体，佮话讲伊无做唔对，讲了上一激动哦，佮甲喙暗扭落来表达不好。这一中到后移民署人员带到桃园机场执行强制出境，就希望陈小美面对镜头几下摆大声喊家己无唔对，感觉激动所在也扭落喙暗，表达不好。也不过同款因为社计宣传武统，防废止拘留许可的黄琪，拢伫最后期限进前主动离境，就小美红天上。针对违法个案，移民署绝对依法严查，坚毅执法，
没有妥协的空间。虽然小美透早家己到移民署申报全勤队报道，参加审查会定时意见，也毋过经过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后，由原决议将小美强制驱离，安排伊家己买下到2点10分的放机票，飞去中国广州。内政部、移民署、警政署，从上个礼拜以来，对于执行公权力表现得非常的好，该配合的对象也配合得很好。那至于该执行的对象，内政部自然要依法继续执行。行政院长邓永泰肯定相关机关依法执行，陆委会主委区绥靖呼吁咱国民众爱更加包容关怀，包括陆配在内新住民，唔通因为少数人的言行，将规个群体打标头。这些极少数的这些不当言论言行的这些陆配不要影响其他国内这个认同台湾爱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些其他新住民，不要有这些标签化的影响。另外，内政部长刘世峰前几日透露，小美甲中国国台办关系密切，沟通频率高。区绥靖表示尊重内政部的判断，加掌握的资讯。不过也指出，定义离台进前，无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3战。这摆小美选择无顾到离台期限，背后动机甲原因可能无单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海巡署透早伫金门的韩社会海峡掠到一个中国民众驶树泥船要偷渡到金门哦。海巡署是表示讲，这个查甫人讲，伊受到中国迫害，互通缉，肖像台湾的自由民主才会偷渡。另外，海巡署透过雷达嘛侦测到4只的中国海警船驶到马祖西引甲乌丘的水域，嘛随派船去警告。在透早6点外，海巡署伫金门韩社会前海峡发现一只可疑的救生艇，顶场插到一个中国籍查甫人，想要偷渡入境。划橡皮艇上岸。海巡人员现场嘛详细搜查查甫人的救生艇是毋是有载其他的物品，随甲相关的人甲船押回调查。橡皮艇1个，然后这边划桨2只。本次小型目标偷渡案恰巧在中国发布军演前一刻，随即遭我查获。海警船随即紧押境，本次不排除与军演具有关联性，甚至可能为军演之一环。海洋委员会主委关佩玲表示，中国搭配军演偷渡模式，到今已经是第4届。112年8月18，当时偷渡客用游泳的方式寻求政治庇护。去年5月23，同款用游泳的方式先来台湾，要转去美国。去年10月中是用动力小艇的方式偷渡来台湾。这届选伫中国宣布多军种联合演习进前，以不明救生艇偷渡案件拢伫金门互人查到。强化整体的觉知能力，透过比方说像是所谓的海域意识或海域觉知能力，去确保说类似的渗透、类似的挑衅、类似的动作的行为，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那它当然需要大量的感测器跟大量的像雷达啦、像是无人机啦。专家建议台湾爱强化整体警觉的能力，才当有效伫第一时间防止甲掠到源头。若是有建立整体警觉的能力，都较袂互人渗透。关佩玲主义表示，中国采取核式发动非正式的侵扰甲军演真明显，海巡原来甲国军全力应对中国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缅甸大地震，有一个台湾人不幸过往哦。一个姓林的富人调伫曼德勒倒去的饭店几日，昨下晡当地搜救队是表示讲，饭店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咯。因翁是搁伫现场在等，那挖到遗体会先伫缅甸火化，再个送回来台湾。因为我这边人生地不熟，很希望呢，我的恋人，我能够把他骨灰的送回台湾，那也希望代表处能够帮忙。讲到也调伫缅甸曼德勒倒去旅馆内家后的后事，林先生讲甲后场，因为即马已经过黄金9晚72点钟，经过搜救团队侦测，现场已经无生命迹象。林先生认为家后已经不幸死亡。我已经把我的需求。告诉林组长。驻缅甸代表周中兴亲身打电话予林先生表达哀悼，也承诺会全力协助处理后续事项。林先生翁仔某退休了后，伫做公益，伫缅甸成立基金会7年外，逐年拢会去当地2届以上，只是即届煞拄到强烈地震，敢若林先生即时逃出。林先生初一持续伫旅馆前听候，希望搜救队赶紧找到家后的遗体，规划会伫当地办理告别式，火化了后再甲炸转来台湾。可能挖掘不会比较困难，它可能太深了，下面挖的话，上面可能会坍塌下来，那可能要先把
要钓具的东西，把上面先吊掉一些重量。因为曼德勒对外交通受到阻碍，大型工具机无法度进入，增加救援的困难。不过，缅甸大商透过各种管道协调各个搜救队斗相共，同时嘛筹备水、食物这物资要运送去灾区。水是最需要的，口罩、食品、帐篷那些的，我们会先以台侨为主，然后再就是学校部分，再就是当地人民，会足够的东西，我们慢慢就分发到各区去。我国驻缅甸代表处建立统一的窗口，负责协调统计我国相关单位以及团体能够提供缅甸的协助方式，希望能够协同民间力量，共同合作来协助缅甸灾民。另外，外交部表示，对调伫缅甸诈骗园区的国人，政府解救行动无受地动的影响，持续地进行。根据外交部的统计，为2022年开始到今年3月28日，拢总受理496件报案，目前已经协助261个国人顺利回国，也剩235个国人等待救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泰国的曼谷中资企业心计办公大楼，嘛因为电动放弃，现场搁会抢救，也毋过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真久咯。搁会等待消息的家属心情拢真沉重，早起嘛就喺讨论讲，敢要开始大规模来挖咯。泰国工业部怀疑讲，心计大楼使用的钢材无合格哦，一定会检测。泰国政府嘛认为材料确实有问题。泰国曼谷心计办公大楼倒去，当局继续搜救，即阵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现场的气氛更加沉重。泰国工业部长怀疑这栋大楼有用无合格钢材，30带人去现场检测装下，尾后政府公布钢材确实有问题，引发当地媒体关注。ประเด็นแรกเลยก็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ค้นห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นนี้ยังมีผู้สูญหายอยู่ถึง74คนแต่ว่าการตรวจสอบสาเหตุที่เกิดขึ้นว่าสาเห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กิดจากอะไรก็จะเป็นอีกหนึ่งจุดที่สื่อไทยจะต้องโฟกัสเพื่อที่จะหาสาเหตุให้ได้ว่าอาคารถล่มในครั้งนี้เนี่ยวัสดุอุปกรณ์ในการก่อสร้างหรือ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หรือ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ที่มันไม่ตรงสเปค除了泰國心計局辦公大樓，根據中鐵十局嘅公開信息，喺泰國普吉島嘅皇家大學宿舍、清萊皇泰局大學醫護人員宿舍樓，甲中泰鐵路第一機工程，攏共款是中鐵十局承包。中鐵十局嘅中國資金股份佔49%。這陣泰國商務部長下令要調查，萬國民眾發現徛家有必順行家己厝也會倒去。泰國鋼鐵協會檢驗心計大樓28條鋼筋，其中有13條無合格，也發現鋼筋的製造工廠去年12月就已經互查封。不過到底為什麼會造成遐尼大規模結構的損壞，需要徹底調查來理清責任。公司新聞綜合報道。過來消息來看，台中市有公車伫下班時間，真濟車來去哦。公車煞停佇路中哦來載人客，要坐公車的學生啊，只好讓車旁行過車路上車，實在是真危險哦。市政府表示講會來處罰公車業者。另外，伫新竹縣哦，嘛學校的交通車就停佇路口，互學生啊上車，警方嘛開罰單處罰。公車來到中山車道，直接停車開門載客。這麼危險，叫學生綠燈，叫學生過去。學生伫交通尖峰時間，被迫軟過車停坐公車，看到民眾看袂過去，破網。批評中路客運公車2月24到3月31尾仔嘛，伫台中市私立宜寧高中頭前，東大路的公車站牌，中路客運45路公車，攏有伫路中載客情況，當地民眾也捌看過。是攏喺清道不夠，食擺啊！啊，先啊，攏踮喺路中坐車。對啊，因為感覺就危險，就危險嘅。當然會覺得非常誇張啊，因為還是以我們的安全為原則嘛，所以他應該是要靠邊。中路客運趁塞車無停靠路邊載客，台中市交通局決定處1000至5000的違約金，佮列入評鑑扣分。業者講會對違規駕駛記過停辦處分。係不同司機駕駛不同車輛所為。本公司針對未依規定停靠載客，絕不允許，將依規定懲處2名司機記過處分，也會將司機召回停班再教育訓練。新竹縣也有類似的情形，一台竹東高中的交通車3月30早起6點外，直接停佇竹北市光明6路甲中華路路口，互學生一個一個上車，互批評無顧囡仔安全。在路中間啊，這個有的人。萬一直接衝過來就撞到了。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2款，在交叉路口處臨時停車
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这个机动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伫高车路口临时停车会当处300至600个罚款。学校强调，已经调整停车位置，要对全车司机甲车长安全教育，维护学生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花莲警方接到报案，讲有国小的查甫囡仔伫市区互无熟悉阿伯带到附近的停车场性骚扰，警方已经抓到这个嫌犯，该移送法办。监视器内，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骑机车来回伫巷仔，等待为补习班下课的查甫囡仔。所来，伊将查甫囡仔带去附近的停车场，开始要求查甫囡仔脱衫，也伸手去摸查甫囡仔的身体。像是一个预谋犯案的一个行为，非常恐怖。那我们对于补习班附近会发生这种事情，非常的讶异。孩子一直要求家长要把门锁好。一直重复的要求啊，晚上也睡不好。这件性骚扰案是发生伫3月30日，警方协报了后，将这名查甫人的身份佮约谈报案。查甫人所表示，家己只是吹讲话无恶意，因为警方调查发现，伊几夜摆来回伫事发地点附近，动机真可疑。巷弄内骑车徘徊期间，疑似有对该民众性骚扰行为。警方获报后，立即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现已查缉嫌疑人到案。全案将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虽然警方强调会加强巡逻，也毋过家长艰苦的呼吁，家长爱加注意囡仔上下课的安全，也希望民众伫看到囡仔需要帮助的时阵，会当出手斗相共。因为查甫囡仔身心到即马拢无法度平复，可能需要做心理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有消费者指控讲，伫连锁店食煎饺哦，特别食了才看到讲有包过树泥糖，也毋过店家说这讲迄是肉。连锁业者是表示讲，若分店哦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违反合约，就会来解约。伫有名的煎饺店买15粒的煎饺，食到剩3粒，详细看竟然有包过树泥糖伫内底。那个是生肉。所以老板，你跟我说这个是生肉是不是？对，生的肉，然后它煮了以后，它就分出那个血水，然后凝固成，那颜色很像口香糖。哎，没有，它就是口香糖。觉得蛮恶心的啊，就是当下就是整个身体发毛，然后有点想吐。但口香糖不是，就是没吃过，它是吃过的口香糖在里面。针对店家辩讲是青白，当事人叶先生真生气，请店家回看看是动影去。店员唔但将帽仔摕落来蒙头毛，然后将手放入嘴内，卫生真无好。倘查有不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规定项目，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昨天的话，长官他们就是有紧急在晚上就是到门市那里去做了一个集合。对，那针对门店的话，它有几点就是不符合公司规定。煎饺店大门锁起来，无情无营业，连锁煎饺业者回应，问市加名主严重影响消费者权益甲合约规范，会随终止加名关系，也积极甲消费者联系，妥善处理后手服务的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郊区哦，今仔早起有一个天然气站哦，因为管线外漏引起火灾，烧掉附近49栋厝。目前哦，至少是有63人受伤，送病院治疗。附近民众嘛拢先撤离。会当看到讲外面哦，拢是烟，火是烧甲非常的大。这是位伫马来西亚吉隆坡郊区的一个天然气站哦。伫今仔早起的8点哦，有一条500公尺长的天然气的管线，因为气体外漏着火。附近民众哦，拢先撤离去清净市，目前是有60多人受伤送病院。这天然气站哦已经先封起来，附近哦，阁有3座天然气站为着安全，嘛拢暂时先关起来咯。咱再来看有4个美军的阿兵哥，顶礼拜伫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军事演习的时失踪哦。经过1礼拜的搜救，已经找到因驶的装甲车甲3个阿兵哥的尸体，目前哦是阁有1个人失踪。美军2号伫立陶宛做军事演习的时阵，有4个士兵失踪，因迄当阵是驶一台装甲车当在执行任务，目的是要修复，而且把另外一台车拖转来，但是落尾因并无转来。加天刚搜救行动开始，美国和做伙参加演习的立陶宛和波兰军方派出几百个人力。As our Secretary of Defense has said, we will not rest until our troops are found
当局后表是第一片烂地内面发现装甲车和3士兵的遗体，但是因为必须要入去看无啥有的土水内面，佫会拖出重63吨的装甲車，造成搜救的作業無法度喺找到車嘅時陣就隨開始。Tai yra pelkė, kuri yra susijusi su ežeru. Tai tie visi darbai, kurie yra daromi tam, kad stabilizuoti gruntą, kad nusirpti vandenį, kad paruošti gelbėjimo darbus tam, kad jie galėtų vykti. 當局目前已經把爛地抽打，而且把裝甲車和已經發現的士兵的遺體刷出去，但是佫有一個失蹤的士兵無看的人。那麼到底誰人會發生這個不幸的意外？感受車失控並車的情形，兩個軍方攏閣在調查。立陶宛18號成員國國土的正面是接羅西亞的盟友白羅西亞，在歐陸接觸的第一線，有大約1000個美軍正派駐佇當地。最近幾年受到歐陸戰爭的影響，美軍正接和立陶宛的軍方做演習。公視新聞又派準備役。繼續來看4月7日開始哦，美國總統川普特別對全球來扣對等的關稅。美國白宮是表示講，在美當時間拜三，川普就來宣布關稅的細節咯，強調講會是以國家做基礎的關稅。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嘛指出講，川普講的對等關稅有可能是會改做對全球所有國家哦，攏扣上濟20%的關稅。On Wednesday, it will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as President Trump has so proudly dubbed it. The President will be announcing a tariff plan that will roll back the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ripping off our country for decades. He's doing th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worker. 白宮的發言人李威特美當時間30日向記者證實講，川普會在4月7日，在伊嘴內面講的美國解放日，在內閣的陪同之下，在白宮的玫瑰花園宣布以國家為基礎的對等關稅計劃。The goal of Wednesday are country-based tariffs, but certainly sectoral tariff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he'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them. 在川普上台以來，重大關稅計劃就要讓大家知影，一大堆無確定性，讓市場是造成觀望的氣氛。30日美國三大指數一開盤就開始落，後壁落後才慢慢開始變較細。但是國際股市就無這麼平靜啊，規工落來，包括台股在內，攏在大幅落起。We have $36 trillion in debt for a reason, and that accumulat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 I think what you're going to be seeing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ill be very inspiring to a lot of people. 华尔街日報報道，川普政府目前是還未確定關稅範圍，但是才有可能對原本的垃圾15國對等關稅擴大到所有和美國有貿易逆差的國家，甚至嘛傳出講有可能對全球所有的國家攏扣20%的機頭式關稅。We're told that it's still in flux, things are still being finalized, but we know that if he goes through with this, it could have a severe impact on costs for consumers. It is already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markets. 美聯社記者表示講，川普上欣賞的有名經濟學家拉夫分析講，干那汽車的關稅，就會當予大家消費者買車的成本加4700美金，差不多是台票15萬元。但是川普的目的是要製造業回流，介紹在短期內確實是會起，但是到尾大家嘛是會開錢來買美國貨。對美國本土產業，尤其是有可能受害上深的農業州，可能就要做好短期無好過的準備。但是對川普扣關稅主要對象的全球各國，重大衝擊有可能才拄要開始。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美國明仔載就會宣布對等關稅的細節咯。這幾天，美國嘛公布一份對外貿易障礙評估的報告，點名台灣講哦，咱針對進口美國車有數量的限制，佮規定美國豬肉就愛有產地標示，針對美國牛肉嘛愛檢驗哦，這攏有可能是貿易障礙，這敢會影響到咱台灣的產業咧。農業部甲經濟部嘛強調講，因會繼續注意。團豬標章的話，你其實要拿到的話，你其實還是要提供說你檢驗合格去做申請。店門口大張大紙標示是台灣豬，無想到即馬美國政府煞點名，這種的標示可能會造成貿易障礙。可能的影響的產業，我們也做了評估，對等關稅的公布，那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措施。
农业部讲持续关心这个影响，因为美国川普政府预定当地时间4月初2实施对点关税，不过到伫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出一份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表示台湾对进口美规车有些数量限制，也有进口台湾的美国猪爱落实产地标签，也甲标示莱克多巴胺的残留用运量，影响美国猪伫台湾的形象甲销售。另外，对美国进口的牛肉，台湾保留真侪项障碍措施，恐惊也有贸易障碍。要吃得明白，产地标示是必然、必须、必要的。养猪协会的立场，当然跟消费大众一样，一定要标示产地。那定标准，我想这个是各世界各国都有的 sense 吧。我们的牛肉也不能随意出口啊，只要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疫病啊。对这代志，行政院经贸办嘛有回应，各国政府为着维护国民的健康安全、产业结果的考虑，拢会实施一寡贸易管理。各主管机关会以专业的态度，甲美方持续沟通讨论。另外，因为美国4月初2实施关税的时间挖近，受冲击的恐惊也唔拿单一产业。美制物品贸易进入台湾的一个关税呢，都将全面的大幅度做一个修正跟调整。也就是说，透过对等关税的部分呢，强迫我们坐上谈判桌。经济部讲，美国扣对点关税，拢有无意推测相对应的情景，报告予行政院经贸小组。不过，目前予人点名的产业背后牵涉到真大议题。伫美方公布正式措施进前，各界爱谨慎因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7月，台南的安定赛车场查某便所发生偷袭的事件哦，警方嘛抓到一个细楼的嫌犯，嘛发现讲这个细楼的嫌犯哦是调查局的调查官哦，也毋过检方甲伊提起公诉，嘛认为讲公务人员哦，甚至执法人员偷袭案件是定定发生，有学者嘛认为讲政府部门就应该爱来加强相关的教育。警方逮捕的白衫查甫人，去年7月伫台南安定赛车场查某便所装监控调研机，警方协助埋伏现场，抓到来回收调研机行迹可疑的细老嫌犯。男子行迹可疑，且神情紧张，在附近徘徊，遂将该名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警方为嫌犯身上敲出监控顶设备，清查超过10多人受害，包括员工、店长、码头等。调查过程甚至发现，嫌犯其实是调查局的调查官。检方以诬告落他人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多次以针孔摄影机摄入他人隐私部位，侦查后认刘姓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1项无故摄入他人性影像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调查局协报了后，回应已经将细楼嫌犯调离现场，搁启动行政调查，也会召开临时考察委员会终检处理。也毋过，公务员、司法人员偷袭案件并无罕见，派出所警员、电医官合作人员拢捌逼出偷袭事件，学者认为政府部门爱加强相关教育。公务单位，特别是司法公务单位，必须对自己的员工有更高的要求，不断的要去做这些妨害秘密性侵、性骚这些的提示。对于那些问题被发现的这些人，是要做更个案式的辅导，然后送到治疗单位去接受一些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学者认为，司法人员对守法甲道德要求爱比民众更加悬。除了行政辅导措施，调查也是判决了后的行政处分，敢是免除公务员身份，爱看犯刑严重程度甲涉及罪名，审慎评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警方甲民间企业合作提出100万的检举奖金哦，要鼓励全民来斗掠诈骗的车手。成功检举一个人到5万块的奖金哦，计共是有100个名额。效果安怎？爱去观察。昨台南警方佮掠到一个60多岁的车手，可能是最近哦，诈骗集团嘛真欠人，所以开始找一寡年岁较大的人来做车手。伫邮局 ATM 头前行来行去，负责人一直换卡片，操作机器在领钱，但是嘛看来看去真警觉，警察赶快过来做歹代志，互掠着。诈骗集团缺工，进而转向利用中年人。已经60几岁啊，所去做诈欺的车手，警方无摆拄诈骗集团嘛真欠人，佮有不法的组织是专门经金门的官民，要求因来本岛领垃圾钱，才走转去离岛厂。引导会来，没，我们不要反抗是吧？一旦摕到被害人的钱，车手是重要角色。按照有效来封岛，有民间企业是捐予警方500万，只要民众成功检举，互警察掠到人，逐个人就发5万，限定100个名额。
警察埋伏才有可能抓得到。我们一般人不可能说走在路上说，你是不是做那个诈骗的车手？我觉得被害人几率会比较高，因为遇到这个状况嘛，你就会想要去做检举的动作。其实警界本身嘛有真相同的机制，鼓励打诈提奖金，一个人会当领1万。不过这套制度的运作，警政署长嘛承认讲，过去的效果是真有限。我们非常的期待，就是说窝里反的这个效果，鼓励这个集团里面的人员出来做检举。过去我们大概在宣导上，可能很多民众并不晓得说检举车手有这一笔的奖金，检举车手的这个民众比较少。打诈仪表板显示讲，今年前3个月诈骗案受理是超过4万件，一个月财产的损失拢是破60亿。警方这摆锁定车手重点来打击，各甲检举奖金加起来，敢会当来发挥作用？学者是无这么乐观。与其说发给让我们每一个一般市民都觉得自己是个警察，可以去检举，那还不如呢，我会建议警方可以把它使用在作为我们内部人员的教育训练，让警方拥有更高更好的职能去侦查。要让诈骗产业链规个无去，学者分析，警方的办案技巧的强化，还有民众观念的提升，两个是一个拢袂当欠。记者综合报道。比特犬连续加上民众的事件，引起社会关心来看，高雄的比特犬计共受502只，数量是全国上济。有高雄的市议员就建议讲，主人应该爱先去上课。东部处嘛表示讲，目前是有安排线顶甲实体课程，鼓励民众去上课。用漫画的方式将市町部的相关知识做成影片，放入网络，给民众学习。高雄市东部处的网站顶端拢有提供相关的课程，因为进前比特犬家人的代志，和各界开始注重饲主的教育。高雄市的比特犬502只，全国上济。有议员建议，唔拿比特犬，包括青岛丁在内，要饲危险动物的人，应该爱先上过这任教育课程才会当饲。我们可以再把它的一个数量再提升。让更多市民可以接触到这相关的一个知识。其实现在是说，这个线上或实体教育课程，把它变成一个前置的条件，就是说，饲主要领养以及购买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要完成这些课程，就像我们要驾驶车辆，我们要考驾照的类似这样的概念。东部处表示，目前高雄的饲主教育课程是鼓励性质的，112年拢总办过77场课程，有6251人次参加。113年将课程甲活动结合，办71场到5万外人来参与。由此可见，若是干那用上课的方式，无强制手段，可能效果有限。针对敢爱强制上教育课程，民众有看法。如果会让大家都安心的话，是可以强制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强制性是让其他人安心啊，倒不是对什么有用这样。多像相关的课程啊，这些内容的部分，我觉得它没有，因为它没有强制性，那它其实相对来讲只是柔性劝导没有法则的情况下，我觉得在以目前现况的法规下，它其实很难对从源头饲主这一端去做任何相关有效的管理啊。东部处表示，针对议员的建议，因会来研究改进。另外，进前因嘛有发文和高雄市502只比特犬的饲主，要求因爱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造成意外甲受罚。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儿童节要到咯，全台湾唯一一间防晒牵颈土地公的三星联合福德庙，专工请文书工作者以手卡相关的成语来设计做册仔，互囡仔伫顶头印手印还是卡印，来当做是八公送因的儿童节的礼物。手动是印泥印伫字帖顶悬，完成大显身手双手万灵才祝福话。全台唯一供奉牵颈土地公的三星人和福德庙，请文书工作者陈延凯来设计，推出和手卡有关系的成语做的字帖，囡仔用手还是卡来印伫字帖顶悬。土地公加持了后，就是个人专属的囡仔节礼物。囡仔摕托印好的字帖，甲土地公的身上头前写多写。这阵土地公牵一个囡仔是真特别，互在地人讲是囡仔的守护神。文书工作者嘛推论这座特色的身上出现的缘由。东西刚好三星地区去开发，所以讲那个时候人丁就是一个劳力嘛，所以讲等于说应该在开发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些等于讲垦民，伊希望讲会使。能够人丁旺盛。这座牵囡仔的土地公伫地方顶悬，真侪民众拢会来祭拜，祈求厝内会当加囡仔加财富。出现背景，文书工作者推论讲是三星地区拄开发的时期，迄当阵真侪家庭拢是做田的，有人力的需求。透过儿童节，尤其咱这土地公牵囡仔有这个守护神的概念，所以讲希望讲
从囡仔大，咱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家己的囡仔带来遮，来感染一下咱这个文化的气息。庙方就是因为最近几年，真侪少年人已经无重视在地传统的民俗，才选伫个儿童节即天，以送特色的字体和含量转运的小红包，希望会当写这少年的爸爸妈妈，带因12岁以下的囡仔到土地公庙内面来祈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恒春的南湾海区，前2天出现50多只海翁甲海猪哦。昨昏这阵海翁甲海猪又搁出现咯，佮甲2只大只海翁围钓的。学者指出讲，因可能是想要甲这2只孤单、看起来无啥体力的大只海翁掠起来。海边出现真大的海翁鱼尾，互民众拢真欢喜。屏东恒春的南湾海域3月31日出现2只目测体长大约12公尺不等的大石海翁，周边还有真侪疑似海猪科内底体型前3大的卫虎鲸，30-40只有吧，一年可能遇到1次，可是都是1只2只搁浅的。金鱼看起来的活力不高，如果海豚靠近金鱼多一点的时候，金鱼都会拍尾巴，可能就是要把它们赶走吧。大石海翁已经真久无出现伫恒春附近的海域，互畅水客也是游客拢真欢喜。资深的船长表示，过去常常有海翁为着钓鱼仔出现伫恒春沿海。港外啊2条石头，遐都有啊，一边到遐就对啊。民众伫水下翕到大石海翁的形影，来到水面就发现大石海翁像要互卫虎鲸包围。学者表示，卫虎鲸平常时确实会攻击海翁的囡仔，但攻击身体较罕见。怀疑2只大石海翁可能是体力无够的个体，甲伊的朋友游得比较慢或体力比较不好被盯上，因为他们很聪明，你换气我也要换气嘛。要起来换气的时候，它整只大只把你压下去，不让你换气，就让你呛水，让你身体越来越弱。我觉得行为确实是有点像。现场卫虎鲸大约有2群，总共50几只。学者推测可能是族群食物的需求较大，才会选定围捕大石海翁。嘛呼吁游客甲水上活动的业者唔通越过，以免惊扰海翁海猪。公司新闻陈环武、柯正准屏东报道。台南生活的世界菜色中心有全球上大的菜色资源库，最近搁再新纪录，目前是保存155个国家，超过55000份菜色种子。农业部是拨1700万来协助设备翻新，或者的种子会当来长期保存。日去零下温度的种源库，超过55000份珍贵的种子拢收伫遮，这就是全球规模上大的菜色种源库。阿苏中心就点台南生活，这起头对1970年开始收集，到2010年外交部赞助，才有今仔日的规模。农业部为着确保种源库发挥关键的功能，拨1700万经费来全面升级，库存量增加2.5倍，能源效能嘛提升，通应付日后气候变迁的挑战。我们整个能源的使用效能大幅的提升，我们的电耗降低了40%，对全球的碳排也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经过这一次完整的翻新，我们把整个工作动线，包含从田间到包装室到入库，这整个工作动线全部做了一次的优化。原始种子库从本来的正5度 C 的库体升级到了负20度 C 的库体，那可以让我们的原始种子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阿苏目前保存的种子来自150个国家，涵盖330种蔬菜作物。像种子若要入库，就要经过大扫的处理，才可进入短期的保存库。刷来到个抽样进行化价等测验，才通正式包装入库。像咱实施的力道，实际上冇不同的色水甲外形。近来阿苏团队研究伊的基因，嘛找出甲抗热抗病的品系。目前伫印度的部分有初步的成果。印度遐温度有当时会当到38度、37度，所以控热呢会当控热到差不多37、38度的温度。控热的品质对这个农民，还是讲对咱的以后日后的生产是最重要的。面对全球暖化甲极端气候，这摆透过升级，阿苏中心讲，因会继续提供予全世界育种专家、研究单位甲农民等使用，协助培育更加适应气候的作物，嘛展现台湾伫农业永续发展的国际角色。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让22冬后又搁要伫台南市举办，伫4月19到24会有18000外的选手参加。
市政府早起一专工来台北开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德是表示讲，全中运的选手拢正少年，应该拢正爱听演唱会。伊强调讲，今年开幕的表演者拢正声人目。打上网3礼拜 ，YouTube 的点阅数量就1824万。韩国出道的台湾女团范娜小瑩，伫咧114年度全中运记者会现场演出，替4月19日开幕式暖场。非常期待，因为听说今年的卡司非常的厉害。那 Jane Blue、日本女团 Cutie Sweet、韩国 Super Junior 的李旭、台湾罗光中、甲赵依依，拢会伫开幕式演出。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全中运的选手是中学生，少年特别介意演唱会才会安尼安排。也台南让22档搁再举办全中运，对台南的体育发展也有帮赞。这几年来，台南市的这个全中运的表现，以及全国运动会的表现，事实上都越来越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事实上，在体育的境界里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24号结束了以后呢，27号开始就是长荣大学举办了全大运，然后我们把2个赛位衔接在一起。所有的选手，未来我们的亚运、奥运的选手，也许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全中运里面来产生。原底就有真侪人去台南观光，佮加上1.8万名的选手甲相关人员，会伫4月19到24来到台南。黄伟哲就古都马拉松的经验表示，交通、旅社、场地甲人流的管制拢无问题。也毋过有缘会认真来举办，互选手顺利比赛，摕到好成绩，帮助因升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竹县江石乡的马台古道哦，拜六礼拜拢有袂少人来遮爬山，也毋过伫登山口头前哦，路是真矮，停车位嘛无够，车坐人坐是真危险哦。高速嘛准备要向交通部来争取补助，要来改善交通。民众想要爬山运动一下，来到停车场，煞早就已经停满满，规个停车场敢若会当停6台车。当地人讲，若是拄着假日，民众违规停车的状况就会真严重，有时连小闪车都有困难。以前都很小啊，然后车子都要会车都很困难，然后停车都不方便。那如果以后有那人行道，我们可以停在比较远的停车场，再走过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安全啊。常来这边爬，那以前很麻烦，就是要抢停车位，又找不到地方停。如果现在以后有这个步道可以这样走过来，觉得很方便。新竹县江石乡马台步道，因为风景好，假日总吸真侪游客来运动。因为停车空间无够，县府甲乡公所合作，安算对内湾的武成宫停车场新开一条长约600公尺行人安全步道。除了提升用路人安全，也增加停车空间。我们常常看到，在从武圣宫停车场游客停车了以后呢，步行经过这个120线，然后到这个经过这个一心大桥，然后转往这个马台古道的入口。那由于这个没有实体的一个人行道的一个设置，加现在只有标线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险象环生。我们希望从武圣宫以后，可以跟这个120线做一个实体的人行道，然后再透过这个一心大桥的这个人行道的一个结合，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外来的游客呢，做这个步道体验的时候，能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道路。新竹县工务处表示，改善工程差不多要开3000多万的经费，会向交通部提出计划，争取预算，希望量早改善当地停车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活动前开始，嘉义县竹徛高中的学生哦，都组成阿里山青年大赛的团体，望讲哦，会当互阿里山林铁来争做是世界遗产哦。因伫竹徛乡的庄头找找甲林铁相关的历史资料，最近哦嘛伫竹徛的车头古早的宿舍来办展览，那么做伙来看卖。无人大的旧宿舍，和阿里山青年大赛的少年人用各种丰富的资料来装它，内底有这阵人为2015年开始到当的记录。因若要替阿里山林铁争取世界遗产的身份，嘛要保留竹徛在地的基地。高中的时阵，甲朋友做伙拍拼的痕迹，然后做一个房间的展出，嘛有讲
咱10年过收集的一些社区的故事，像讲竹架、青卡、甲罗满安尼。阿里山青年大赛原本是竹架高中的一个社团，要让学生入捌在地的历史。想要到参与的过程中，学生了解林业披露甲在地文化的重要，就一直经营这个社团。甚至毕业的学生阁成立协会，除了向国外文化遗产的单位来合适以外，嘛透过各种记录来保存故乡的故事。本地我是想讲，因这算讲是一个社团的活动吼，结果我感觉伊落尾发展甲今年已经10年啊，这真正是都难能可贵吼。甲世界遗产这个代志，互阮的是说感觉愈做趣味的，嘛想要互因就是关注我们，然后也就是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互因嘛介意家己的故乡。阿里山青年大赛少年人讲，10档的时间，当初的高中生有人继续读册，嘛有人已经食头路啊。大家游玩真坚持，配合阿里山铁路的通车，会继续来拍拼，希望互愈来愈侪人重视世界遗产的代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彰化毕竟是真出名，也毋过有的风景已经消失了。最近就有在地工作室举办走退活动，要带民众来了解目前背景的转变咯，嘛，互民众来体验家己做彰化风景的明信片。为彰化出名的八卦山大佛，会当看到全彰化市的景致，甚至是鹿港的港口。过去这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定军祭，嘛是彰化北境之一的定祭梦洋。在地版画工作室举办文化体验课，用彰化北境的概念来小解八卦山的演变。了解到原来八卦山有足多这种文化，然后佮有迄个内河的步道，原来遐就是内河的步道，愈了解八卦山的历史安尼。老师有讲到迄。北景有无？迄北景有旧的，佮有新的，我感觉这足赞的。以后若是朋友来，我就会当甲因讲，吼，阮以早是啥物，今仔是啥物，会当带因去倒位佚佗。彰化北景当中有2位伫八卦山，另外1位就是风亭坐龟。当初的风路亭经历时代变迁，即阵刷起八卦山文学步道，而且用阿文图灯起号做太极亭。地方版画工作室甲彰化北景扩大做彰化八景进行创作，带民众行踏古彰化北景，嘛互因体验新彰化八景的版画印刷。这个体验不叫彰化八景。它叫白景的原因就是每个月都会做一块新的版画，然后版画其实都跟彰化无关，但是这也是我自己透过安尼的方式去认识彰化。版画工作室表示，过去的彰化北景有的已经消失，但是亲像鹿港龙山寺、花坛、野灯牌、信行车库，嘛拢是真有代表性的彰化景色。工作室目前已经创作30多百个彰化八景版画，未来也继续用版画方式记录彰化的历史文化。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台湾雕塑家涂水的作品三本铁二人的当上3当前对日本送回来高雄。这段台湾日本交流的故事怎么要用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来演出咯？那么做伙来欣赏。舞者徛伫舞台顶，对背部绘出藤枪设计图。来自日本走道的玉林艺术舞蹈团创作这出现代舞，要重现100年前山本地二郎打造球仔头藤枪的历史，以带领台湾的藤业以及高雄这个城市走向新的发展。落尾，有山本地二郎当上对走道送回来台湾的故事。我是感觉这是一种新的循环啦吼，人对咱好，莫讲当上体来一段无咧交流，安尼失去这个意义了。当初的山本铁二郎这个铜像迎回来我们的桥头糖厂是一个契机。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舞团的一个交流，不止让这个故事，让这个台日的交流友好的交流可以延续下去。2022年，走道将黄土水大师雕塑的山本地二郎当上送回来高雄，同时要创立舞团的玉林素子到3工，要安怎让这段100年的姻缘流传落去？玉林素子决定要用伊的舞蹈来做这个第一人，尤其这摆个高雄的小学生来加入公演，嘛是上好的文化传承。我就一直烦恼讲吼，我若过身了，我做的路拢会无去着但是一定要有少年人去接落去安尼，机会就是阮接着啊。希望讲吼，迄个在较久吼，这黄土水甲迄个山本铁二郎因的人格因的友谊能够一直流传下去。
对8年前的唐枪建立，3冬前的唐上登的台湾，一直到今年的武道公演，都亲像社中电讲的，这是一个新的循环。高雄甲祖都用文化交流和双方的感情愈来愈深。记者柯家朱超雄高雄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华北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